着有缘分，今生今世，可惜咱两人过千万年也袂当相陪。伫一看，互人你相随，四季轮替，替无咱两个活得甘愿，孤单流浪，亲像孤鸟等时的飞，我是。这条歌叫做《必顺》，但是伊袂晓写，所以伊就汉字学不到哈。来，我来查一下必顺要哪写。当然汉字我嘛袂晓啦。必顺 S-U-N 第5条，必顺哈 P-I-T 第8条，顺 S-U-N 第5条。竟然无这个词，大理大书店必顺对啊 ，P-I-T 必啊，必歹势，伊是第4条啦，变调再变做第8条吼。嘛是无必顺，哟真正无呢。我看一下册台语。册台语。Ctrl V， 吹，必顺，敢若 Marino 有吼 ，Marino 大华线顶书店吼，那个 TJ 台语白话小书店。关，无问题，无问题，毋过吼，你迄个以后迄个会室的名会使改名，因为我看过是地间写成日语连读嘿，可能有想要学台语的人，伊就知影，伊就想讲，这都是讲日语嘿，那后期会使改名，改这个课程的名嘿，以上。歹势，我无了解你讲啥呢？咱今仔日要读闽南语写日期呢？是哦，歹势，我歹势，因为我看你有讲书证里面歹势。无，不精打嘿，不要紧，好，我是拄则放一条歌叫做《必顺》吼，我想讲来找一下《必顺》。厉害！原来伊迄个歌词迄个，歹势吼。原来迄个歌词就是我拄则放的 YouTube 的歌词，伊迄个必顺吼，用必要的必啦吼，顺路的顺啦吼，算要安怎讲？即若敢若日本汉字的即个使用的即个，应该讲啥？或者是较早迄个歌谱吼，歌册迄种汉字的使用方法，再来汉字的即种使用方式，就是你找迄个汉字本身即个音完全相像的，但是迄个意思完全无相像的吼。假借吼，假借吼，就是用这种方式吼，所以写必顺，顺路的顺。原来是因为这是教育部的吼。我看卖啊，Marino 就无写汉字啦，因为 Marino 本来就是伊是英文的嘛吼。Lines of crack，OK。好，必顺，为什么必顺这个词的其他的词典拢无啊？我来查一下甘字典吼。笔这应该知啦吼，因为伫台语内底笔就是军烈的意思吼。我看卖啊，哎哟，甘字典嘛，敢若无呢。虽然我自细汉就知影笔就是即个力气的即个意思，但是甘字典完全无即个字。后字啊，有啦吼，甘字典的第2啊，
必开必分吼，必分手笔吼，手笔是啥物件？等下查一下词典吼。笔号好，笔号好，笔号好，应该是就是裂开迄个样、迄个模样，然后迄个款式叫做笔号好，可能啦，我等下查一下。米笔菇，捌听啊？米笔果吼，米笔果啦吼，捌听过。好，必开必分，所以伊有必分啦，咱查一下必分吼。词典内底必分。哦，所以有必分啦吼，但是无必顺吼。等下再查一下顺理。必分就是裂开的痕迹嘛吼，必分吼。笔的分或者是有分者吼。碗必分，手必分吼，手富贵手啊吼，手必分吼。好，必分，另外是手笔，所以手笔应该就是意思是所裂开。迄个意思吧，因为我毋捌听人讲手笔、手笔、手笔、手笔就是手的离分吼，叫做手笔。啊，另外是你写迄个笔架吼，叫做手笔。迄另外一个笔的汉字是就是铅笔迄个笔吼，手笔。过来是。笔号好，敢有即个词啊？笔号好 ，HAUNN 第8条，HAUNNH 十条，绕到即个 H。无啦吼，无笔号好，笔号好是甘字典的因素啦吼。BHAUNNH 对嘿，但你大字典无是笔号好，但是你对即个音调啊有法度去想象，就是必开的迄种，因为但是台语毋是讲应该来讲，我所知影毋是讲好，我讲好。好，来查一个好哩。好就是敢若碰讲安尼啦。好就是安怎讲啊？歹势我不晓解释。HAUH 的款好。HAUH 好吼，或者是漳州腔叫做晓吼，所以你会听到有人讲晓壳，晓壳。漳州腔是第3条，我拄仔谈到第3条叫做晓，所以有人讲晓壳，就是表皮剥起来剥落啦吼。晓还是晓。哦，所以这是第4条甲第3条，对我来讲，我共一个音嘛。好，我都来读好吼，因为我虽然我听人讲好壳吼，好 HAUH， 好壳就是表皮顶剥落吼，例句是擦好起来，所以你的擦吼，油漆有时会扑起来有无？迄个叫做擦好起来吼，好壳哦，伊的例句都好壳，好皮就是皮剥落了哈。OK， 好啊，所以我拄则讲笔号好吼，我是笔号好，我知啦吼。你若讲笔号，我就知影意思。笔号好，我咧用嘛，是就是即个意思啦吼。好，过来另外一个是叫做米笔果吼，毋捌听过，我查一下吼。米是 MI 第7条。笔过 K 个 G 泉州腔应该是 G， 我无咪笔，我用 Wildcats， 无，
所以今日底迄个书面笔记吼，我大你大书店无收。好，这是笔顺啦吼。哦好，对在讲个要查你的顺利吼。SUN 第5条，我查一下今日点。顺世界行来看吼，世界行来看，就是顺吼，顺路的顺啊。但是这只必顺的顺伫倒位呢？必顺的顺，目前无看到。后市啊，好好的酒，失志。OK， 有最后一字，伊汉字是用文吼，就是密字旁一个文章迄个文吼，作文，迄个文啊吼，文，但是写伊的音是顺吼，所以应该是用即字会较适当啦吼。但是你若用即字，大家袂晓读啦吼。你若譬如讲迄个 YouTube 即条歌词写做笔，大家一定读做笔文嘛，但是伊毋知影有一个顺的音啦吼，所以笔文大家都个第一点袂晓读出来嘛，毋知影意思吼，应该是笔顺吼。为什么呢？因为伊是安尼吼，伊的规则是卯顺是啥我毋知，历一顺我嘛毋知影啥物叫历一顺。请教历顺哦，所以咱来查这历顺的意思吼。历顺应该是奏折啦吼。好，我为什么会知影是即字呢？因为是伊写目睭定顺吼，所以目睭定顺，就是你目睭双眼皮吼，华语叫双眼皮。定顺就是你有皱褶嘛，你有迄个折痕嘛吼，所以就是目睭皮有即个折痕，所以叫做我才知影讲即字定顺的，即嘛即字顺就是咱即嘛读的必顺的顺吼，讲意思吼。好 ，OK， 所以来读查一下历顺，历顺吼应该变调，历顺 ，LEK 第4条，顺 SUN 第5条。历顺就是起作文吼，或者是 Q。诗来写诗，我毋知影是即个汉字诗啥物意思，咱来看下标题句吼。面历顺就是面起了文嘛吼，起了文吼，面历顺，所以拄则历一顺吼。今日顶讲历一顺，还是请到历顺吼，就是三请到历顺啊吼。好，第二个句，大家大声第二个句是滚。历顺或者是手袂历顺，但是这项 Q 啥物关系啊？我袂晓，我查一下我看一下日文版。历顺伫倒位？好，而且历顺第一个就是拄则讲了分嘛吼，是我来有路。面历顺吼，第二个呢，伊写讲是希达奥托鲁，或者是阿个奥斯鲁，滚历顺是哈卡马尼希达奥托鲁，秋历顺索德尼阿个奥斯鲁，哦。OK， 阿个奥斯鲁，我都要查日文书典啊。
阿给奥斯鲁，日文阿给奥斯鲁。阿给奥斯鲁是阿给是，你伫淡水啊食迄阿给，就是这阿给吼，就是用煎的物件，叫做阿给啦吼。但是这阿给奥斯鲁是啥意思呢 ？Deep frying， 阿布拉阿给，我感觉即食即个鸭嘅应该毋是迄个淡水鸭嘅意思，应该是甲秋黄比起来的意思吼。所以秋黄绿笋，秋黄绿笋就是甲袖子卷起来吼，秋黄绿笋吼。所以才写讲绿笋有鸭嘅意思吼，就是甲卷起来吼，或者是我搁看嘛，伊另外一个意思是啥？另外一个意思是 hita otoru，hita otoru，hita otoru。hita otoru， 竟然查无，而且这汉字我嘛袂晓念，日本用的这个汉字 hita otoru，hita otoru。hita 哦 ，OK， 伫遮 hita otoru， 我应该要用 Google 翻译才对。Google 翻译伫倒位啊？日文打起哩 ，OK，hita otoru 是 remove the faults， 去除皱褶哈，去除皱褶啊，所以拄则讲，滚裂笋，滚裂笋变成去除皱褶，滚裂笋。怪怪，苏德尼阿给奥斯鲁，秋黄绿笋，苏德尼阿给奥斯鲁，苏德尼阿给奥斯鲁。因为这个阿给伊翻做甲剪互熟，所以无可能吼。我直接来用另外一个汉字。好，阿给我是 tie up your sleeves。好，怪怪的吼。讲滚裂笋甲秋黄裂笋竟然无共意思，滚裂笋是，我毋知有人知无？我感觉滚裂笋甲秋黄裂笋应该是共意思啊，就是
Q 镜啦吼 ，Q 镜来，大概有一个讲法叫做 Q 镜来。我来查一下吼 ，Q 镜 KHIOH。KHIOH KEN 第二条哈，KENG 了哈。哦，来，伊就例句哈，大你大书顶有收 Q 镜哈，这种讲法 ，Q 镜就是我拄则讲，就是我拄则敢若无讲哈，滚。立顺就是滚 Q 镜，滚 Q 镜的意思就是讲，你甲裙子吼，我要安怎解释啊？就是 Q 一折一折一折安尼啦吼。听我咧讲啥？我毋知你虽然就是捌用纸去做开线、做线无，折扇，啊，就是甲凹。一凹安尼，叫做 Q 镜。好，Sunny，你敢捌听过什么叫做 Q 镜？歹势，有，你知影吼？如果是学台语了后，对，就在用着像 Q 镜，什么 Q 镜棍了？对，棍 Q 镜就是百褶裙就是 Q 镜棍啦，啊棍 Q 镜就是甲棍 Q 一件一件安尼啦吼。哦，目睭尾 Q 镜，目睭尾 Q 镜什么意思？鱼尾纹。鱼尾纹吼，鱼尾即个目睭尾的即个唇叫做目睭尾 Q 镜。OK， 我今日才学着吼，目睭尾 Q 镜。OK。啊，所以呢，我认为讲拄则即个立唇就是Q镜的意思啦，吼。什么手腕Q镜啦，手腕立唇、棍立唇啦，吼。OK， 好，咱来读即个野生日记吼，3月初9拜四。要是好天，有微风对西方吹来。今仔日大家有无用力准备明仔载要举行的南区地方会议的事宜？下晡政务员 Johannes Olario 先生带领所有要来参加南区地方会议的长老，甲因的副手，对即个岛屿的南区来到遮 provincia 吼，进前有交代，特别交代讲你爱加签一工再来啦吼，莫先晚着吼。所以这休2工吼，中休2工，因拢受到长官阁下热烈的欢迎。长官阁下也下令为因来安排车门。今仔日也有2只胖船对西南沿海来到台湾，做36个查甫甲下日的物件，62担盐，120斤油，240包西南薰草，12个铁锅。15捆粗纸，225捆稻罐，16稻米，26匹面布，又个2包面布。这是写啥？哦，单位无共啦，但是汉字拢写相款。26匹面布，又个2包面布哦，1篮地米，4桶药啊啦吼，含19袋茶帮。也有2只胖船对澎湖来到台湾，坐22个人，甲14只个羊，公羊是要安怎讲？牛叫做牛港，羊呢？我查一下，公山羊。羊应该嘛是羊港哦，我无确定。羊，龟叫做龟角啊。好，来我查一下羊精啊是细只母羊吼，母的。啊，公的咧，竟然无看到。
好，安尼排册，我来用即个公羊做规则来查看觅啊。公羊。叫做阳光，袂使，因为阳光伊规则讲是气势的公羊成长了后做祭物。第二是无气势的情羊，阳光，安尼会使，无气势的情羊吼，就是阳光。阳光，毋捌听过呢。牛是牛港，羊是羊公，狗是狗公。好，14只山羊公，3只牛甲20罐海螺。好，3个查某拜五，咱来看南区地方会议。已经超过半点钟啊吼，剩半点钟，无到半点钟。3月10号拜五，公社士兵又搁伫天光以前对台湾来到普罗宾西亚遮，早起规伊阁下甲达门先生和万奥粉先生也拢来到普罗宾西亚。长官阁下甲其他要员。伫第一次地方会议，就是北区的地方会议了后，拢留踮咧遮。顶头所讲过的迄寡，所提起的迄寡朋友，拢来到遮了后，就开始按照例来照即个例行的仪式。首先由士兵由步唱鸣唱三次3遍吼，3响就对了吼。线接是由 provincia 城堡甲日兰抓城堡以及停伫内园，就是台江内园吼，快艇叫做 Rutland 号，用大炮大声鸣炮，安尼来宣达遗忘了后，长官阁下搁再一次向前来出席的，向前来出席的迄个南区长老表示热情的欢迎，然后即寡长老拢进入迄个庭院。有特殊来坐伫迄寡桌仔的席位上，要来聆听各项事项。即寡事项和北区地方会议中所甲迄寡长老的讲是相像。即寡事项分别用大目连、巴隆和东国达巴，就是伊东国达巴有写是卢凯吼。卢凯的语言翻译宣布，随后就由长官阁下和佛罗摩萨议会议员主持会议，结果互迄寡佛罗摩萨人拢感觉真愉快吼，真欢喜。开会进行如下，所以即个公告事项伫遮就无搁定搁讲一遍啦。所以今仔日即篇就继续倒的吼。好来，开会进行如下：第大目连长老马提斯。安银甲即个萨古地，毋是安银萨古地是一个人，甲安银铁，因全部拢来出席，也拢互因刷任，但是新哥塔巴勒无来。即趣味吼，因的名佫有一个中佫一个 initial 吼，安银 T 萨古地有一个 initial T 吼，高一字，但是我毋知影是。即只趣味的吼，应该 initial 吼，安尼 T tet 甲一个 single T 塔巴勒吼，我拄则是无念迄个 T 啦吼。好，而且对伊也有即个有咧抱怨吼，抱怨是其实我抱怨我一直袂晓翻吼 ，complain， 而且对伊嘛有 complain 的代志吼。为什么我念 complain？我进前伫辩论台听阮弟弟讲 complain， 阮弟弟其实是袂晓英语的哦，但是伊知影这意思吼，伊嘛会晓用这个词就对了吼，所以看起来是伫台语内底有人已经安尼咧用吼。OK。
他也是要英语文的，会买讲咧。会歹势，你三年你的声音无介清楚，你会当佮讲一遍无？哦，阮阿母嘛是袂晓英语啊，伊讲台语，伊嘛会讲 complain。所以即个词应该是伫台语内底是，就我咧想应该是真拖就开啊啦吼，所以就直接 complain 就好啊吼。而且对伊嘛有 complain 的代志吼，讲伊伫咧执行职责的时阵无照规矩咧行事，也做了真无情愿吼，因此甲伊免除吼，就是甲免职啦吼，将伊的权汤交互 also T also 吼 ，last name 甲 first name 拢相像吼，并且勉励即个人爱善尽职守，所以呢，因每一个人拢赠送一片面布甲一包薰草。对麻里麻论有铁打老、塔某网甲塔古美 T 头文前来出色吼，因全部拢刷啉。Karangilan 因为所犯的罪过，现在关伫咧加罗尼，所以将伊的权汤甲职权交互塔诺 T 安静吼。我咧用即个 initial T 应该毋是名，可能是因迄当阵一个特别的即种，毋知啥物字啦吼。大家拢 T， 无可能啦吼。哦，你等我读你就知啊，即侪 T 吼。取代伊的职位吼，即个塔诺安人取代伊的职位，也赠送因每一个人一片面布甲一包薰草来鼓励因骨力工作。对阿狗有外号叫做 Jaris 的 Tina， 外号叫做 Steven 的即个 Garlov 和 Single 前来出色，但是 Surin 无来，伊已经连续几啊年无来咯。因此将伊的权汤交互 Enof T Tamarian。上述迄三个人当中有前两个吼，互因刷啉，但是 Single 也因为无照规矩咧做代志，所以呢。任命 Lord T. Vayo 来取代伊的职位，迄两个刷啉的，阁赠送一片面布甲一包薰草，并且训诫因拢必须要顺服。对塔老舍有 Thomas T. Tavihill、Adam T. Tavon、Varis T. Eden、Locus T. Towo 和 Seron T. Tiwan 来出色。有几啊最近去住伫野外的塔楼的居民也来，因表示对即寡来出色的长老不满，但是因并无早来重要的理由，因此命令因爱转去因的村舍住，并且规矩来生活。迄寡长老也会，若安尼，迄寡长老也会循规蹈矩，就是安尼读了，循规蹈矩吼。我来查一下吼。白读循应该是顺，这应该是对啦吼，也是确定一下。循汉字，它做顺吼，还是顺吼？规就规则嘛吼，规蹈舞蹈就是蹈吼。它做刀哦，舞刀，刀就是打的意思吼，吞打就是刀，着跳嘛叫做刀，所以跳舞着跳吼，舞刀，行嘛是刀，三地嘛是刀，三地就是相跟随吼，刀吼，重蹈覆辙有无吼？就是重蹈覆辙，我袂晓读，好，过来刀吼。即个规矩的矩嘛吼，循规蹈矩吼，就是讲，靠即寡塔楼舍住伫咧外口，即寡居民转去塔楼舍住啦吼，讲规矩来生活，安尼迄寡长老也会循规蹈矩来对待因。但是如果因还要搁去住伫野外，像因以前去住伫遐，安尼因着爱小心细腻吼。会甲因的残忍的作物没收来处罚因，
即寡长老拢搁再刷啉，并且搁赠送一品面布甲一包薰草，真合你看哩啦吼！地头看到即个社人吼，社民走来即个算即个迄个啥造反吼，来即个吐即个长老吼。来咬了长老的空，好，但是无效吼，因为荷兰人认为讲因理由无充分。好，过来是对一个叫做啥水那巴克后壁挂号注解讲是山地门百万族移居到塔劳附近的即个藩社叫做水那巴克。瓦利戈斯前来出席刷啉，命令伊爱顺服，赠送伊一包薰草。对新塔劳又搁称作尼卡巴拉巴拉贝扬吼，就用落长吼。好，Cape 接替过星期的包包即位前来出席刷啉，命令伊爱顺服，赠送伊一包薰草。西边老远。人全拢死去啊！即个村社嘛无存在啊。对大泽基、大泽基啦吼，泽是这沼泽伊个泽吼，大泽吧，即个德应该是本条德十条，我确定个，久无读袂记啊。着本条德吼。大德基对大德基呢，塔沃和塔瓦里斯来出席感谢因的服务，并且互因刷啉。帕林因为无适合担任指挥的工作，所以任命考波罗来取代伊，每一人各赠送一包薰草。对历社奶奶吼，奶奶呢是塔加香拉纳格隆头加西亚所望。全部拢来出席个谢人吼，因表示谢意，拢互因刷啉，并且各赠送一匹面布甲一包薰草。对家庭来出席的有阿里莫、卡拉波安、萨沃尔和沃亚，因为因拢表现良好，所以互因继续留任，并且各赠送一匹面布甲一包薰草。伫放索啊，那莫伊。埃诺、萨沃尔和塔戈梅塔波萨沃尔，这是一个名吼。塔戈梅塔波萨洛拢来出席，全部拢刷啉，并且各赠送一匹面布、一包薰草。对加勒顿、加里东岸、加勒顿吼，汉字写加勒顿，主政的提霍诺卡无亲自来。由伊的兄弟早伊灌汤来，虽然如此，也互伊刷啉，并且赠送2匹面布甲2包薰草互伊的兄弟。对龙娇，长老无亲自来，但是伊的兄弟来，虽然如此，也互伊刷啉，并且赠送1匹面布甲1包薰草互伊的兄弟。对凌乱，荷兰文写冷定吼，冷定，但是汉字写凌乱吼。维高罗亲自前来出席，互伊刷啉，并赠送1匹面布、1包薰草。对古阿律，即个律字吼，其实我无介确定，应该是读律啦，因为我看荷兰文写做加罗罗斯。我来查一下即个汉字，即个汉字就是使用迄个用啊倒手。顶头有一撇，伫咧脚腕倒手边遮一撇吼，叫做即个汉字，大理大书店有收吼，音就是律，音是律，歹势律吼，律就是波托罗律贼律头门吼，水袂律，拐仔头律去。伫放开袂伫纪律，意思是代志中途
失败引起困扰的款吼。律仙律过门吼，就是即个律字吼，拖即个过门啦吼，用律的吼，律过门吼，律仙吼，身躯的即个叫做啥污垢用律的吼。好，古仔律吼，咱转来即只第二只讲古仔律。古仔律呢是图家亲自来出色，互伊刷林，种上一片面包一包薰草，对。瓦林吉汉字写做马林叶吼，马林吉图达卡来出色，互伊刷林，种上一片面包一包薰草。对加之来是汉字啦吼，加之来吼 ，level 来出色。旧年无人对即个春夏来出色，甲悬汤交互即个人 level 头前写做 level 的，并且命令伊每一年拢爱来出色。对社武力，互人们写subdige，社武力是但无来，因为伊破病，但是有派别人早伊悬汤来，虽然如此，也是互伊刷啉，并且种上一包薰草前来即个人。对沙多啊，铁甲巴无出家己来，也无人对该社来。对巴巴鲁斯即种的。铁沙路家己无来，但是派一个人炸悬汤来，虽然如此，互伊刷啉，种上一包薰草互前来即个人。对 Barbarius 即个春夏以前反叛，拢无人来。对赖文社，互人文社做塔古布，赖文社是沙罗来家己无来，但是伊的丈夫伊的翁婿来吼。虽然如此，也是互伊继续刷啉，即个妇人人吼，即个长老，并且任命。巴东洞来取代即个高利奥，即个人嘛无来吼，劝免伊爱勤于职守吼，就是骨力啦吼。命令因伫咧奉着阮的命令，以前毋准对 Tergadukan 来发动战争。即个人因为有个谋杀的代志，所以成做因的敌人。因答应遵办，种上因每一个人一片面包甲一包薰草。对Poetic Sine Valley 家己来任命 Gololigo 取代卡多国，即个人已经无住伫即个村社，劝免伊爱顺服，种上 Zimmer Valley 头前写做 Sine Valley 哦。就是新马里就讲家己来即个吼，后壁佫写做 Zimmer Valley 吼，头前 S 即嘛是 Z 吼，送伊一片面包甲一包薰草。对 Galanet、铁甲棒甲铁迪根纳德两人拢无来，因为因拢年老，又佫白卡，虽然如此，也拢互因刷啉，并且种上因替因炸悬汤来的人，各一片面包甲一包薰草。对推之卡当他迪有家己来。互伊刷啉，对罗布 Robert 吼，罗布老佛啦吼，后当家己来咯，互伊刷啉，并且种上一包薰草。对马萨兰 Lovo 家己来，所以互伊刷啉，种上一包薰草。对马拉卡蒂是嫉妒，因为破病无来，但是派伊后生来，也是互伊刷啉，并且种上伊后生一包薰草。对兰根兰语，即个春夏已经没落，衰败去啦吼，甲悬汤收转来咯。对多罗快，即个是多罗快吼，打落开吼。铁甲比家己无来，但是派伊后生来，也是互伊刷啉，但是种上，并且种上伊后生一包薰草。对王国力，汉字写做望啊力。希望迄个望吼，望啊哩，应该读做望吧吼，望啊哩吼。科里奥家己来，但是苏迪克破病无来。虽然如此，这两人也是拢互因刷啉，并且劝免因来顺服。对克南加，伊多王家己无来，但是派伊后生来，也是互伊刷啉。因要求改读必须要逐年交一只低工的即个处罚，因为因
当因为即个饥荒来深受痛苦，所以对因讲，一旦农作物收成，就必须要炸即个猪公来纳，啊若无要继续处罚。对过 logo Kolanin 前来出色交quyền糖互伊，伊也请求将克南加的quyền糖互伊炸去，所以就照所要求互伊，并且赠送伊一匹面包甲一包薰草。对 Talagobus 班果无来，但是派伊的仆人来，伊率领赠送伊的仆人一包薰草。对 Taligidik 拢无人来，对 Kimio 任命 Selalak。看一下时间，佫剩10分钟哦。任命 Selalak 来取代 Civic， 这个人已经过身，并且赠送伊一包薰草。对 Pavolo 归领家己来率领，并且赠送伊一匹面包甲一包薰草。对史文史文社史文不所到家己来率领，命令伊伫咧收到阮专程的命令以前，不得因为提高敌人对因有过谋杀来因发动战争，赠送伊一匹面包甲一包薰草。对白鹿社 Palace， 白鹿社是卡林堡，因为因年老无家己来，派伊的仆人来赠送即个人一包薰草。卡林堡头前写做卡林堡无，互伊率领顶头提起的命令，就是不允准擅自发动战争。这个擅自，这个擅里面要读。他说先无允准因擅自发动战争，这个命令也甲因讲了。对塔拉拉维亚 Tibolozan 亲自来出席，但是 Tizeleval 代替伊的兄弟 Tiwalazo 过身来出席，因此任命伊接替这个职务。Tibolozan 互伊率领，并且阁赠送一包薰草。对头一家党执政者多一个家己无来，但是派伊的兄弟来，互伊率领。这个执政者多一个是查某的赠送伊的兄弟一匹面包甲2包薰草。对 Tardik、Mono 和Talizo 2人拢来出席，互因率领，并赠送伊一人一匹面包甲一包薰草。对 Dorapak 卡巴隆因为年老无来，但是派伊的仆人来赠送这个仆人一包薰草，伊家己互伊率领。对达利耶因为卡着伤无来，派伊的仆人来赠送这个仆人一包薰草，伊家己互伊继续留任。对 Katenin、Kibo 甲这个 Tabogas 2人拢无来，但是拢派因的仆人来，虽然如此这2人拢互伊率领，但是命令因讲。后一次长老要亲自来出席，每一个人各赠送一包薰草。对18年月白个岛因为破病无来，但是派伊仆人来赠送这个仆人一包薰草，伊家己来留任。对达利索、提巴罗罗伊样家己无来，但是派伊兄弟来，伊也是互伊留任，并且赠送一匹面包甲一包薰草，也赠送伊兄弟一包薰草。对本洛。宾洛 Tibolon 家己来出席，用伊表示多谢，并且互伊率领，但是因为伊的优良的工作以及保护荷兰翻译员的性命，得免被其他居民抬头，所以赠送伊4匹面包甲2包薰草。对本队 Body 和本队 Singalam 和 Carlodo 2人拢来出席，也拢互因率领。禁止因以后不得搁再掘陷阱来掠落因答应遵命，搁赠送一包薰草。对卡里亚案第三拉管家己无来，但是伊兄弟塔塔来了，伊互伊率领，并令因不得搁掘陷阱来掠落。伊答应遵命，赠送伊2匹面包甲2包薰草。对卡罗洛斯提档家己无来，但是派伊的仆人来，互伊率领，并赠送伊的仆人一包薰草，命令伊爱甲
长老讲，明年必须要家己亲自出席。对山喜拢无人来，对斯罗达、沙果棒家己来，互伊刷脸，并且赠送1匹面包甲1包薰草。对索多诺拢无人来，对塔宾利、塔塔家己来出席，因为伊的悬汤放去吼，所以佫交互伊一支悬汤刷脸，并且赠送伊1匹面包甲1包薰草。对Terra Niala 卡蒂莫家己来出席刷脸，并赠送1匹面包甲1包薰草。对即个卡萨人塞罗人来出席，来交一支悬汤互伊，并且赠送伊1包薰草。对提西阿亚马少拢无人来。对马吉加奥社吉加奥吼，提拉罗进来出席刷脸，并赠送1匹面包甲1包薰草。唉，我想讲要甲读好了，结果我讲嘛无法度，搁落长吼。读到倒位啊？马吉加奥社。好，来读到排完好啦吼，无袂记吼。对索拜阿亚迪拉古多因为破病无来。但是派伊仆人来，伊刷脸赠送伊的仆人1包薰草。对 T Sugot 沙波隆亲自来出席，互伊刷脸并赠送1匹面包甲1包薰草。对巴加万排完吼，迪拉比因为年老无来，但是派伊的仆人来，伊刷脸并赠送伊的仆人1包薰草。啊好，山猪门好啦，山猪门较好记。对山猪门。Deravis 派的兄弟来出席，这个 Deravis 已经被任命做长老，代替已经过身的 Titala 古道，并且赠送前来这个人1包薰草。好，山猪门啦吼，读到遮啦吼，过来后壁落长，可能还要读10分钟、15分钟吼。好，卖后回再来读。电话机就是安尼吼。好，我看卖啊，即嘛是读到3月10号吼。好，我看卖啊。安尼咱后回今仔日拜一吼。明仔载，明仔载是休困哦。拜一。对，明仔载休困吼。好来，马有写有角的拢叫做港，但是。当然是港的才会安尼叫啦吼，所以洋港嘛会使，然后牛港会使，洋港嘛会使，然后有角的拢叫做港吼。佫有啥物有角的？鹿仔港哦，我嘛捌听过吼有角的。好，猪公吼，猪公，字共音无共，意思嘛无共，意思无共哦。猪公无共哦。猪公我是毋捌听过啦，对，猪公，所以母的嘛是叫做猪公就对啦。等下我查一下吼，猪公，猪公应该是就是公的猪吼，猪清早猪公。猪公是。这礼拜神父的是上信主哦吼，所以是嘛是公的哦，猪公是公的，但是猪公是拜神的猪公啦吼，太猪公啦吼。猪公呢？猪公就是相信的猪吼，所以就是猪公好 ，OK。拜拜用猪公、太猪公吼，猪公甲猪母，一个公的，一个母的吼，好，所以这个猪公是专指拜拜用的啦吼，猪公啦吼。OK， 感谢马文吼，咱今仔日到这，我要来关房，感谢各位，感谢Sunny，好，感谢玉文。